大家好，今日分享一間澳門嘅潮州粉麵店。今次我哋由塔石出發，步行過嚟，一路都經過好多澳門嘅舊區。食肆係一間街鋪，鋪頭唔係好大，座位亦唔多，但都坐得幾舒服。去到嘅時候，客人都唔少，要等一陣先至有位。餐牌都係一啲潮州嘅粉麵，有我中意嘅牛腩，可惜去到嘅時候已經賣晒。第一道菜我哋叫嘅係雞翼河粉，我本身對雞麻麻，不過同行嘅人都中意食雞，所以嗌俾大家食，佢哋都好滿意。第二道菜係滷水豬大腸飯，呢道菜我幾中意，飯我全部食晒，大腸處理得唔錯，滷水汁令人回味無窮。檸檬茶方面，佢並冇落糖，而係留俾客自己加糖漿，都幾唔錯。今餐飯食咗126.98元，用支付寶支付，都幾方便。我好滿意今次嘅用餐經歷。今日就傾到呢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